父母不同意，说明了他根本不想跟你结婚。父母阻拦，刚好成了他全身而退的理由。真心爱你的男人是不会管父母是否同意的，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，他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的。比如他要买车，父母不同意，难道他就不买了吗？并不会。有的人可能会说结婚了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结合，父母不同意就不会幸福。能说这种话的人呢，要么就是没有结过婚的人，要么就是经济不独立的妈宝。但凡结过婚并且经济独立，不依靠父母的人都知道，你是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，并且不用听父母的。什么样的人才非要去听父母的话呢？只有那种经济不独立，还在父母家里吃喝，极度依赖父母的经济支持的人，才被迫需要听父母的意见。但凡经济独立，而且比父母赚得多的那种人，都不可能完全听父母的话，甚至父母还要反过来去听他的话。所以但凡父母不同意的这个理由，要么他就是一个妈宝，那么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情，跟妈宝结婚的话你会非常的痛苦；要么就是他压根没有做好跟你结婚的准备。如果你有相处方面的困扰，来找我沟通，我帮你分析。在我的情感案例数据库里，肯定有能够匹配你的方法论。